朝野立委含这民间团体进前有召开公听会，呼吁政府呢，就要把这劳动节、教师节定做是国定假日。不过，内政部表示讲，目前一年放假是115天到116天。目前公务人员含劳工的全国纪念日含这节日放假日，拢已经是要共啊。未来会继续收集大家意见，找出共识。欢乐工时过长，影响教师身心健康。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建议呼吁政府今年爱落实5.1劳动节、甲9.8教师节放假，搁爱法制化。也毋过内政部理事强调，合计1礼拜休2日了后，全年放假日数是115日至116日。目前公务人员甲劳工的全国纪念日甲节日放假日已经渐渐共款。劳动节这一天应该要全国放假，因为没有全国放假，所以造成很多的一个不便啊。透过弹性去做处理，其实还会有很多协商的一个问题。共款要求罕假移民的劳工团体也大声化，要求政府将2016年10月民进党政府以全国国定假日一致性，确定3减的7日国定假日还给劳工。这7天假除了让劳工在国定假日来加班给2倍薪之外，我们更希望劳工有更多的时间来休息。另外，国民党立委余富定已经提案的纪念日甲节日实施条例草案，立法院新会期会继续推修法，将红破掉的7日假还给劳工。讨回7天假一直是长期以来各个劳工团体每一年他们在街头上的非常重要的诉求。我们今天又不是讲说一次要增加20天、30天，不是嘛？很多人讲说也可以修正特休等等的方式，这我们当然不反对。但是实务上特休有卡到年资的问题。因为你如果菜市场喊价，大家不会喊吗？喊更多更好，我们不能去忽略掉劳工他们的需求。可是同时怎么去兼顾到产业在经济发展的需求的时候，所以才会说要好好的坐下来谈。海劳7日假阁引起关注，内政部强调纪念日甲节日精神，名称甲放假日数涉及范围真大，社会有无同意见甲期待，未来会继续征求各方意见，努力凝聚共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